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进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？你去，你，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了，这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那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迁就。你和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。我忍够了。我不想再忍了。娘娘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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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不能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朕今天就要杀你！皇上，皇上，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你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寿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编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齐胜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
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。瞎说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您继续想，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他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皇上，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，您有什么烦心的事，跟奴才说说，奴才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。相公公，朕正要问你，昨日朕醉酒，夜宿兴圣宫，你为何不拦着朕？皇上，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，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？那朕再问你，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，就算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带着10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。